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啊539。今日要分享的呢是115年2月初9星期一精彩有产笑的资料。这期呢，同款要过来提供2期高期的招数，来予咱线上好朋友呢，伫咧2月初9星期一，来好牌参考。首先要分享的呢，就是咱面头前所看到的这题。伊是2期帮的。这个2期帮的呢，是来行这个楼梯杆啊。伊这招呢，准是正午为第一期发动，来到这期呢是大底关，要来用第5期呢来退缩。伊是利用上11期前呢第一期来开始发动，来用这个连环退缩差数1，为第一转减41，过来42、43、44，来到第5转要来减45，伫咧下3期呢要来带一支高期的。上11期呢，就是1月27，1月27呢，第一期呢05，这个05呢，伫咧第一转呢来减41，05来减41呢36，这个36伫咧下3期1月30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1月29，楼梯杆轮到第2期1月，这个1月伫咧第2转，要减42，1月来减42呢3月，这个3月同款伫咧下3期2月初2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楼梯杆轮到第3期，第3期呢16，这个16伫咧第3转，要减43，16来减43呢27，这个27同款伫咧下3期，就是2月初4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楼梯杆轮到第4期呢，这个鹦鹉，这个鹦鹉呢伫咧第4转，要减44，鹦鹉来减44呢29，这个29同款伫咧下3期呢，就是2月初6，来开出。过来下2期呢，楼梯杆轮到第5期呢，这个35，这个35呢伫咧第5转，要减45，35来减45呢10，这个10要伫咧下3期，就是咱这期呢2月初9，要来开出。这招呢是2期帮的，来利用行楼梯杆按上11期前的第一期呢开始发动2期1摆，来减这个连环退缩差数1。这期呢是这粒35，要来减45，要来带这粒10的高期的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一题呢，是1期帮，1期帮要来进入2期帮的用。伊是按这个上16期前呢第5期1期1摆来减这个连环退缩，为第一转减2，过来减3、减4、减5、减6，来到第5转要减6，同款那是准时正午。以上16期呢，就是1月21，1月21呢，第5期呢1期1摆来进入2期帮的用。以1月21第5期呢38，这个38伫咧第一转来减2，38减2呢36，这个36伫咧1月30，来开出。过来转来板头呢，伊伫下1期1月22呢第5期呢34，这个34呢伫咧第2转，要减3，34来减3，31，这个31伫咧2月初2，来开出。过来下1期呢，第5期呢31，
即個31佇咧第三轉，換愛減4。31來減4咧，27。即個27佇咧2月初4來開出。過來閣轉來班頭，換輪到第4轉，就是1月24第5支咧37。即個37佇咧第4轉咧，換愛減5。37來減5咧，32。即個32咧，佇咧2月初6來開出。過來下一支第5支咧30。即個30佇咧第5轉，換愛減6。30來減6咧24。即個24愛佇咧即支2月初9互來開出。即招是一支誒來進入兩支誒用，來利用上16支前誒第5支咧來減即個連環體數差數1。即支咧是即個24誒高支誒，互來提供互咱線上好朋友咧，佇咧即支咧來互白參考。過來另外要過來介紹一個咧是基律啦。即個基律啦咧是03開咧第一支，佇咧下5支咧要來帶一碰高碰誒。伊是來利用03誒上一支第5支固定來減28甲62，愛佇下6支咧來開高碰。下6支咧就是03誒下5支。即招咧準3進4。伊佇第一轉咧，就是今年誒1月12。1月12咧，03開咧第一支，互咱固定來用伊上一支誒第5支咧來減28甲62。伊上一支第5支咧38，即個38咧來減28是10，減62咧是24。1024咧愛佇咧下6支，就是03誒下5支來開出。伊下5支咧是1月17。1月17咧1024咧兩支咧來相開。過來下一轉咧是佇咧1月22。1月22咧03閣開咧第一支，互咱共款過來用伊上一支誒第5支咧來減28甲62。伊上一支誒第5支咧共款閣38，伊38咧來減28是10，減62咧24。1024咧共款佇咧下6支，就是03誒下5支，1月28來開出。佇即支咧伊閣來開10甲24誒高碰。過來第三轉咧是佇咧下一支，即個03過來連總開佇第一支，互咱共款過來用伊上一支咧第5支固定過來減28甲62。伊第5支咧34來減28咧06，減62咧是28。伊0628佇咧03下5支，就是1月29互來開出。佇即支咧共款來着06甲28嘅高碰。過來是第四轉，就是咱即支咧要來使用嘅。伊佇2月初3咧，第一支過來開03，咱共款過來用伊上一支嘅第5支，互來減28甲62。伊上一支第5支咧共款閣38，即個38來減28咧是10，減62咧是24。1024愛佇咧下6支，就是03誒下5支，就是咱即支2月初9，愛來開出。即招咧是03開佇第一支，佇咧下5支咧要來帶一碰高碰誒。即支咧是1024誒高碰，來提供互咱線上誒好朋友咧，佇咧即支咧來互白參考。高支兩支，就是咱即碰高碰誒1024。以上咧感謝大家耐心聽完阿爺嘅分析甲介紹。咱預祝即支咧會當順利抽獎，
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感恩，多謝。